嗱，今日再講多少少關於世界盃嘅新聞。我哋講西班牙，所以今日咧我着咗咧西班牙咧籃球國家隊嘅波衫啊，就唔係足球隊啊。咁你可以考慮買籃球隊嘅波衫嘅，唔一定足球隊嘅波衫。特別天氣熱咧，可能你需要背心呢一個嘅波衫咧，多過咧足球嘅，即係啲短袖嘅波衫。咁好啦，咁西班牙咧，而家咧繼續 keep 住係呢個世界排名嘅第一位啦嚇。咁其他球隊入咗十大有比利時啦嚇，德國隊就重登十大啦咁樣啦嚇。咁由於個排名咁好咧，西班牙當然要嘗試再次咧問鼎世界盃嘅冠軍啦。嚟緊今次嘅決賽周同埋仲有一樣嘢咧，就係咧2030年嗰屆嘅世界盃咧，將會咧係西班牙、葡萄牙同摩洛哥咧聯合主辦嘅。咁所以咧，西班牙咧就不容有失嘅。佢哋要盡量咧爭取好成績㗎嚇。呢度可以咧去講一講啦嚇。係咯，再講多次啦，光棍節嚟緊啦，大家準備咧揞錢出嚟買㗎啦，可能要 OK。